另外來關心這高雄一間國小的老師行底路，這是引起社會關注。教育局即馬針對第一線老師壓力的排解，也閣有校事會議的改革來進行改善。也若這幾天啊，這網絡呢是甲這當事人的名姓，也閣有代誌發生的過程，攏講甲有影有跡。機關是呼籲大家講唔通來相信這來路不明的消息，嘛要求教育局就要趕緊認真來調查，好代誌會當趕緊收煞。多數學校的大門前攏是民眾送來懷念老師的花。這間國小老師行底路的代誌，2、5發生了後，教育局隨對師生啟動關懷輔導措施。不過這幾天在網絡頂端出現真濟風聲，有人講是學生惡教，嘛有講家長霸凌老師，甚至有講家屬要開戶募款，甲人洗衫讀倒規家長食啥頭路，攏講甲有影有跡。地區受影響的學校攏趕緊發聲明講，這攏是謠言，都議員真煩惱，安尼會互代誌愈來愈害。很多人就直接定義了，就是小朋友欺負大人，也許是，也許不是。可是現在沒有人可以去判斷跟決定這件事情的對錯。可是為什麼大家現在就已經開始在貼標籤了？也不代表說他在上面講的就已經是真的。所以我剛剛才會要求說，我們教育局務必要盡快的啟動調查，還給社會，也還給這個學校一個寧靜，不要在這邊彼此的獵巫，然後看到黑影就開槍。議員嘛建議市府應該要成立霸凌的防治調查科，袂使甲責任甲業務攏等互學校擔。教育局表示，目前正咧調查關鍵，針對網絡的風聲，伊嘛有去查證比對，希望會當早日找出真相。而針對外界關心的教師壓力排解、甲校事會議的改革，市長陳其邁講，未來提供老師的心理諮商，只要專業評估有需要，都無受到12屆的限制，嘛會注入跨局處的資源，改善校事會議的欠點。在制度運行上的一些這個問題向教育部跟立法院來說明那如果涉及到修法的這個部分呢，我們也希望說能夠加速的來改革整個校事會議的制度。多數學校嘛呼籲，目前上要緊的是提供師生後續的協助，甲照顧家屬的感受。拜託大家唔通亂叫，風聲無經過確認的消息，甲時間甲空間留給相關單位去調查釐清。記者柯家族柯昭陽高雄場報道。